啊，原來咁樣，哎呀，好靚喎！咁不如我哋有請我哋嘅 AI 大神讀出嚟啦，好唔好啊？好。歡迎翻嚟。係啊，唔該你再讀多一次呢一支筆嗰個介紹啊，用廣東話。好，冇問題。我再用廣東話幫你接多一次呢支筆嘅介紹。呢支鉛筆真係幾特別啦，佢喺400幾年前就已經設計出嚟，叫做 Gesner 鉛筆，結合咗傳統同埋原創性。其實喺中世紀嘅時候咧，人哋已經用緊呢支筆嚟寫嘢。瑞士嗰位道學多才嘅科學家同發明家 Conrad Gesner 咧，佢喺自己嘅著作入邊第一次畫咗呢支木製鉛筆。我哋而家重新精心複製翻，令佢成為一個非常理想嘅掃描工具，可以用石墨砷或者彩色筆芯嚟畫畫。整個 Gesner 塗裝係用高品質嘅木材製成，入邊有個木盒啦、砂紙同埋小木板啦、石板啦、細筆刀嘅筆芯，仲有一個黃麻布袋。喺2002年呢，呢支鉛筆仲獲得國際 ISPA 評審團頒發嘅2度不干網語點。哦，多謝你介紹啊，唔該。